宏福苑大火，由法官陸啟康出任獨立委員會主席，可以就特定議題向特首建議賦權，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警方國安處首次引用非法操練罪拘捕9個人，涉嫌進行類似軍事模式訓練。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出年11月18至19號喺深圳舉行，財長會議出年10月首次喺香港舉辦。日本青森外海發生6.9級地震，當局一度發出海嘯警報。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我係陳海文，我係袁思恒。宏福苑大火，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獨立委員會主席由高院原訟庭法官陸啟康出任，9個月內提交報告，期間可以就特定議題向特首建議賦權，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稍後述職，佢亦都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大火善後嘅工作進度。黎先同報導。宏福苑5級火，釀成160人罹難。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全面審視。行政長官李家超聽取中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推薦之後，委任選管會主席、高院原訟庭法官陸啟康出任獨立委員會主席，由行會成員陳健波、港鐵主席歐陽伯權擔任委員。委員會將會有備用權力，可以就特定議題建議行政長官賦權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目的係俾委員會有最大主導權同靈活性。今次我哋講緊特別係圍標，可能涉及不同涉及腐敗，兼且係長期嘅利益關係嘅咧，要去打破呢一啲利益藩籬咧，我相信獨立委員會佢呢個責任咧係相當重大，兼且係咪會面對好多挑戰嘅，所以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喺9個月內去完成咧，必須有一個佢認為好幫到佢嘅高效方法。李家超話會適時發表中期報告，部門會主動提供資料協助委員會搜證，強調會追責到底。佢嘅職位是什麼？係基層定係高層？如果要負責，就要負責，好清晰嘅。呢個問題唔需要再問，因為已經多次講咗，呢個係好明確嘅立場，亦都係我哋嘅決心。當我哋知道呢一個人所犯錯嘅地方係乜嘢，就會按住事實去追究佢責任。我哋冇排除任何方法，但係一定要讓需要負責嘅人負上責任。至於居民後續安置，李家超話已經要求財政司副司長盡快統籌研究長遠方案，重新會按情理法處理。有線新聞黎善同報導。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話：會竭盡所能履行職責，唔期望過程一帆風順，希望各持份者積極配合。目前身兼選管會主席，佢話有需要嘅時候會考慮辭任，以獨立委員會嘅工作優先。黎先同報導。陸啟康喺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任命之後見傳媒，話以法官身份主導獨立委員會，會公平公正同理性分析，基於事實作裁斷或者建議。我哋一定最好係一個白紙一張，係唔可以有既定嘅立場。咁所以咧今日咧我恐怕咧就唔係有啲問題咧。如果你問我對一啲嘢嘅意見，或者我哋點樣進行調查咧？其實我恐怕咧，我就唔係好似以前我做選管會咁咧，有問必答。我唔係想逃避你嘅問題，但係有啲問題咧喺現階段咧係唔應該，亦都唔恰當咧，由個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咧去作答嘅。陸啟康身兼選管會主席，立法會選舉結束要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佢話會以獨立委員會工作為優先。如果有啲唔係好適合嘅情況咧，我或者會喺一啲選管會嘅會議入邊咧，我係唔會就一啲某些嘅情況咧係作出一個決定。
咁亦都係咧唔會而有需要嘅時候咧，我係會考慮辭任選管會嘅主席嘅。咁同埋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嘅工作咧，尤其是如果係有記者會嘅時候咧，咁咧就我亦都唔會係因為個角色可能有少少混淆嘅時候咧，我就係唔會出席選管會嘅任何記者會。佢促請各個持份者積極配合調查，預期未必一帆風順，會盡力喺9個月內完成報告。有線新聞黎善彤報導。警方國安處首次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3條非法操練罪，拘捕9個男人，涉嫌進行類似軍事模式嘅訓練，同藏有槍械同懷疑爆炸品。周希朗報導。國安處人員星期4晚喺新蒲崗工廈一個單位拘捕6個年齡20至25歲嘅男人。到場嘅時候，有人正係訓示緊其他人。行動中檢走5支長氣槍、2支氣手槍、一批仿製短刀同長劍、搏擊用具、反修例口號標語同埋懷疑爆炸品。初步相信有人自行改裝爆炸品，並且有引線作為點燃。喺情報所得咧，我哋見到有一個人咧，佢曾經講過啲咩嘢咧？佢話咧就希望咧學咗呢啲咁嘅技巧啊，包括咗係一啲頭先我哋講嘅一啲嘅格鬥啊、槍械啊、短刀嘅訓練咧，希望咧佢話能夠有黑暴再臨嘅時候咧，能夠去攻擊一啲阻礙佢嘅人，包括警察或者其他一啲政府相關嘅人員。另外，我哋最憂心嘅咧，就居然咧係發現到有啲嘅爆炸品。雖然話係一啲嘅低性能嘅火藥，但係低性能火藥並不等於冇殺傷力。李桂華話：舊年已經有人喺上址進行類軍事訓練，現場重門深鎖，窗戶被遮蓋。其中2個被捕人曾經出現喺大埔火災後嘅現場。另外，警方再喺屯門同油麻地拘捕多3個涉案男人，佢哋年齡介乎20至22歲。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3條列明，任何人未經保安局局長或者警務處處長准許提供同接受指明操練，可以分別判監7年同3年。如果牽涉外部勢力，刑罰會提高至監禁10年同5年。但係強調，一般市民唔使擔心誤墮法網。如果呢一個嘅訓練，上述嘅訓練呢，係只係同一啲康樂目的有關係嘅呢，就唔算係有一個違法嘅行為嘅，所以大家咧唔使擔心。譬如話係玩嗰啲war game 啊，或者其他嘅嘢咧，而個目的係好明顯係娛樂嘅話咧，係會不構成呢個罪行嘅。國安處會繼續調查有冇其他人涉案。有線新聞周希朗報導。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出年11月18至19號喺深圳舉行，財長會議出年10月喺香港舉辦，主題同全年會議安排喺今朝嘅非正式高官會獲得確認。5年前 ，APEC 領導人發表2040年布特拉加亞願景，重申建立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當前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朝着亞太共同體的目標再出發，努力探索發展繁榮的新路徑，共同開創亞太發展的新時代。會議一致通過中國提出嘅2026年 APEC 主題，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將開放、創新、合作作為3大優先領域。會上亦都介紹咗 APEC 中國年嘅會標。今次出席嘅代表有近200人，各方表示會共同推動 APEC 中國年圓滿成功。至於財長會議出年10月首次喺香港舉辦，行政長官李家超話：國家係出年亞太經合組織嘅東道主，特區政府將會全力以赴、周詳籌備，並會發揮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優勢，確保香港舉辦嘅財政部長會議成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衷心感謝國家選擇喺香港舉辦財長會議，令香港得以向國際社會展示經濟、金融同社會等方面嘅發展，彰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日本青森外海發生6.9級地震，氣象廳一度向北海道至宮城縣沿海地區發出海嘯預警。又話今次嘅地震並唔係日前7.5級地震嘅後發地震。陳曉容報導。地震發生一刻，位於青森縣白戶市嘅朝日放送辦公室吊掛嘅牌猛烈搖晃。戶外鏡頭見到電線不斷震動，有人話地震持續大約20至30秒。陸奧市嘅便利店有貨架物品跌落地。青森縣以東海域接近中午地震，最初評定為6.7級，之後上調至6.9級。震源深度由20公里修正至17公里。青森、岩手等東北4個縣同埋北海道嘅震度達到4級。氣象廳一度向北海道同青森縣太平洋沿岸、岩手縣同宮城縣發出海嘯提醒資訊。青森縣白戶港同北海道襟常町錄到20厘米高海嘯。氣象廳喺青森外海星期一深夜7.5級地震之後，發布北海道和三陸近海後發地震提醒資訊，話對開太平洋海底嘅千島海溝同日本海溝，未來1星期發生大地震風險比較高。不過氣象廳話後發地震係指8級或以上嘅地震，所以今次地震並唔係後發地震。白戶市嘅電訊塔喺上次地震之後發現支柱斷裂，附近幾十戶居民要疏散，幼稚園同高中亦都暫時關閉，去到下星期一重開。有線新聞陳曉容報導。休息返嚟仲會報導，公營醫療收費改革設1萬蚊封頂，要透過 HA 高申請，俾多咗嘅錢會撥到下一年度扣減。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排期下星期一裁決。內地多個城市基於消防安全，先後推出住宅限高令，建築最高80米。返嚟新聞時間，多項公營醫療收費出年起上調，同時設1萬蚊封頂機制。病人冇喺醫管局欠款，就可以透過應用程式 HA 高申請。病人俾多咗嘅錢會撥到下一年度扣減。張善欣報導。1月1號起，公營醫療調整藥物收費，4個禮拜藥專科每款藥收20蚊，家庭醫學門診每款藥收5蚊，兩類門診每次最多處方20個星期嘅藥物。1萬蚊封頂機制同時適用，但係病人要自己申請。俾多咗嘅費用就撥到落下年度使用。每年都1萬蚊，好少嘅啫噃。1萬蚊對於老人家睇病，如果入院做檢查都好多㗎啦嚇。對於一啲老人家嚟計就係麻煩啲，即係咁樣，即係如果唔使俾咗先就好啲啊！即係每次喺嗰度扣，咁就好啲咯。即係你而家講係每次都要俾咗先啊嘛，咁就會麻煩啲。係啦，同埋即係你要，因為唔係每個人成日都有咁多錢喺度，好似你頭先講專科嗰啲，就唔係成日個個人都有咁多錢喺度啊嘛。當病人嗰個年度繳費達到1萬蚊，就可以透過應用程式 HA 高或者喺醫院繳費處申請。出年起 HA 高可以查詢累計繳費，審批需時大概14日。只要透過 HA 高輸入簡單資料，當局會進行內部核對，病人唔需要遞交任何文件，照顧者都可以代為申請。特殊情況，例如病人過咗身，就會退返額外嘅繳款俾屋企人。封頂機制預料有大概7萬人受惠，當局唔擔心出現濫用。成個目的咧，我哋真係幫一啲係突發重病同埋長期病患病人，即係唔係咁多病人呢係會好短時間內咧會有個支出去到成1萬蚊以上嘅。點解要病人去申請呢？就因為呢個始終我哋都係動用到公帑啦。咁我哋呢個全年收費上限呢，其實係一個喺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以外嘅第2層嘅安全網嚟嘅。咁所以都希望係用得其所。
局方重申調整藥費有助善用資源，擴闊藥物名冊。預計出年實施收費改革之後，每年評估新藥嘅數目由以往大概90種增加到去大概120種。有線新聞張善欣報導。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排期下星期一裁決。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蘋果日報3間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以及發布煽動刊物等嘅罪名。根據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排期喺下個星期一朝早10點鐘裁決。黎智英案由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同李運騰審理，前年12月開審，今年8月完成結案陳詞。喺北京，外交部回應黎智英案，話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政府公布棚網檢測新制度，過渡期協助檢測同埋採購嘅建造業議會話，新規定會按 ISO 標準採樣，如果未能夠通過檢測，整個批次亦都唔能夠應用。建造業界就擔心，隨後陸續復工會出現搶棚工嘅情況。莊靜之報導。維修大廈目前都處於停工狀態，要等棚網嘅檢測合格上架先至可以復工。根據政府公布嘅檢測安排，除咗新建地盤都要先採樣後上架，上架之後仲會抽驗。建造業議會話，新制度按 ISO 嘅標準採樣同埋檢測，規定咗嗰個樣本嘅數目嘅，同埋點樣攞樣本都有規定嘅。譬如話我哋每一張網入邊咧，我哋要攞個樣本嗰個大小係幾多啊？跟住有離開嗰個網底有幾遠啊？咁樣咧，等等咧，就跟足我哋 ISO 嘅要求去做。其中有一個係fail 嘅肥咗佬嘅咧，咁其實成批都唔準用㗎啦咁樣。每一張棚網都呢個數碼標籤喺度咧，咁變咗我哋承建商又好，將來監管嘅部門又好，都比較容易啲去睇得到個棚網嘅生產一路沿途嘅追蹤啦。咁呢個可靠性係高好多嘅。發展局預計棚網檢測之後，大約1個月可以陸續再上架。建造業界擔心到時可能出現搶棚工嘅情況，建議承建商及早部署。3日拆棚嗰陣時咧，其實都見到咧，我哋啲棚工嘅人工咧係拉高咗嘅，咁亦都出現咗一啲周圍揾人啊、搶人嘅情況。咁啊，當即係你棚架嗰個圍網到咗之後係可以掛翻上去嗰陣時咧，我相信都會有呢個情況嘅。一個棚工咧，大約係1,900至到2,100。咁啊拉高咗之後咧，2,700都有人出，即係嗰3日嗰陣時啊，甚至乎星期日嗰陣時咧，有人出到3,000蚊一日啊。因應拆網令同埋新制度，維修有阻延，政府話費用由承建商承擔。有線新聞莊靜之報道。勞工處完成為期2個星期，針對大型棚架樓宇工地嘅特別執法行動，提出25宗檢控，主要涉及地盤內禁止吸煙、走火通道、滅火器狀況以及係不安全高處工作等等。特別執法行動總共係巡查467個建築地盤，發出249份書面警告，以及係11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會繼續重點巡查違規地盤嘅改善情況，以及係已移除樓宇外牆棚網嘅工地。如果發現仍然有外牆工程進行，署方將會通知相關部門跟進。勞工處重申，承建商必須嚴格執行所有地盤安全措施，保障僱員職業安全以及係健康。宏福苑大火現場，房屋署開始移除大樓外牆棚架。工人喺大型吊臂協助之下，拆卸宏泰閣外嘅棚架同埋棚網，又用挖泥機清除地上面嘅雜物。有工人喺宏昌閣單位灌混凝土。宏福苑大火發生至今2個星期，房屋署會首先拆除宏昌閣、宏泰閣以及係宏生閣3座樓嘅外牆棚架，亦都會加固結構損壞嚴重嘅單位。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已經接觸130位宏福苑大火遇難者嘅家屬，並宣布推出凝聚同行計劃，為分散喺多區暫住嘅災民提供免費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去到唔同嘅區域裏邊，人生路不熟，都需要好多嘅支援咧，先至可以建立翻佢嘅社交網絡，亦都幫到佢自己嘅情緒個支援。咁所以我哋呢個計劃咧叫凝聚同行，其實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好想係同啲居民一齊凝聚社會嘅力量，去幫助佢哋，以致佢哋係唔會覺得孤單。我哋係有專業嘅社工，我哋亦都希望能夠揾到多啲一啲對精神健康認識嘅護士，一啲嘅輔導員，甚至乎一啲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係可以陪伴佢哋度過呢一個困難嘅時候。內地多個城市先後出台新規，限制新建住宅高度。專家話，限高令同消防安全有關，亦都有助引導房地產市場從規模競爭轉向品質競爭。應真宇報導。高層單位景觀開揚，遠離地面塵囂，深受唔少內地買家喜愛。不過，隨住住建部今年5月起實施新版住宅項目規範，明確新建住宅建築嘅高度原則上不得超過80米，以住宅層高下限3米嚟計算，即係不得超過26層。各地陸續針對限高令出台地方性政策，其中四川成都、浙江溫州等地喺今個月掛出嘅土地出讓文件入邊，已經硬性規定建築不得超過80米。遼寧省住建廳今個月亦都發布意見，要求各地嚴格控制新建建築高度。北京同樣出台限高令，但係設置過渡期，喺2027年5月之前，未取得規劃許可證嘅住宅項目，先嚴格執行80米嘅限高要求。而深圳就要求高度超過80米嘅住宅項目，需要先經消防部門審批同意。不過喺政策出台前已經完成規劃審批嘅項目就可以獲得豁免。專家指出，出台限高令同高層住宅火災風險有直接關係。現時內地主流消防雲梯救援高度集中喺32至52米，只有少數特種雲梯能夠達到80米以上，但係尚未普及。高層火災往往要靠內部消防設施同直升機救援，其次係疏散時間過長。超高層住戶疏散到地面一般需要30分鐘以上，期間容易出現踐踏或者窒息嘅風險。專家強調，超高層單位係房地產高速擴張時期嘅產物，高容積率快速滿足增量嘅需求。但係現時房地產行業進入平穩發展階段，限高令出台有助引導市場由規模競爭轉向品質競爭。未來低密度小高層住宅將會成為市場主流。有線新聞，邢振宇報導。受寒潮影響，內地北方出現大範圍降雪，氣象台發出暴雪、大風同寒潮預警。廣東北部同江南等地氣温亦都會急跌。何心妍報導。北京星期五迎嚟初雪，比往年遲咗9日。市區最高氣温只有大約零下3度，多處地下、欄杆或者停泊嘅電動單車都鋪上一層積雪。北京市發出道路結冰橙色預警同暴雪藍色預警，有市民要擔遮出行。北京門頭溝同延慶更加變成一片白色。中央氣象台話，北方多地迎嚟入冬之後降雪範圍最廣、強度最強嘅一日。喺內蒙古，多條公路要實施交通管制，多條客運路線停駛，鐵路部門加開班次疏導旅客。河北省張家口都因為能見度低影響交通，多條高速公路封閉，全省3900幾人同100幾部清雪機進行融雪除冰作業。河南中午開始降雪量都逐步增強，鄭州至上海、太原等多班航機取消，部分前往新疆嘅航班延誤。而喺新疆哈密邊境站，星期四起更加出現暴雪，當地900幾架車，超過1800人一度被困。多個部門派人清理積雪，並且為司機提供食物同柴油。中央氣象台預計，山西、河南等地有暴雪。
局部地方積雪達到12到18厘米。星期五同星期六寒潮將會繼續南下，廣東北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區氣溫下降10至12度。有線新聞何心妍報導。再休息一陣，返嚟會報導。工展會聽日喺維園開鑼，商戶期望人流、生意有增長，並帶嚟歡樂氣氛，協助社會走出大埔火災嘅傷痛。南韓大學入學試英文試題被批評太難，主管官員引咎辭職。殘特奧會硬地滾球，楊曉琳同梁玉榮為港隊連奪2金。本港初創研發放射性藥物，提供治療癌症嘅新方法。又會講下金融科技點樣簡化資金申請嘅程序。星期六晚7點，返嚟新聞時間。第59屆工展會聽日喺維園開鑼，會有900個攤位。商戶期望人流、生意都有增長，並帶嚟歡樂氣氛，協助社會走出大埔火災嘅傷痛。關曉琪報導。又到1年1度壓軸掃貨活動，工展會鮑魚禮盒買3送3，全場88折，1蚊靈芝包子套裝。參展商都對今年成績有期望。今年好似多咗遊客嚟香港啦，似乎零售嗰個方面都應該係比以往好似好咗啲嘅。咁我哋希望都可以增加2成至到3成嘅顧客。當然我哋都好關心嗰個大火嘅問題啦，同埋亦都對，即係都好傷感嘅。我覺得對於香港嚟講，咁但係我哋希望即係玩具都可以帶到啲歡樂俾小朋友啦。咁亦都我哋自己行業嗰度其實都捐咗錢去呢個救災嗰一方面嘅。諗住都係做啲熟客仔，就預計可以 keep 翻上年，再希望有增加啦。咁當然大埔火災再一件香港嘅比較傷心嘅事啦。咁唔多唔少會有啲影響嘅，但係希望各位就唔好係咯跳出嗰個陰霾。工展會嚟到第59屆，有900個攤位，12個展區，其中超飲超食區會加大1倍。新增樂齡活力區100個展商，為長者提供最少5%額外折扣。本身我哋呢個產品係好適合老人家用啦，咁同埋都應該要優惠下俾老人家嘅，因為香港而家經濟又差啲啦。咁希望盡量睇下可以平得就平啦。會場朝11晚9開放，入場費10蚊，旅客、小朋友、長者同殘疾人士免費。今屆部分門票收入亦都會捐俾宏福苑災民。工展會星期六起至到出年1月5號舉行，喺12月23至31號會延長開放時間去到夜晚10點鐘。有線新聞關曉琪報導。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同美國戰爭部長海格塞斯通電話，雙方對中方軍機雷達照射自衛隊戰機表達嚴重關切。國會議員又公開文件，指首相高市早苗嘅涉台言論並非按內閣擬定嘅資料答辯，認為純屬高市嘅個人見解。陳曉容報導。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同美國戰爭部長海格塞斯通電話40分鐘，主要討論解放軍軍機以雷達照射自衛隊戰機同埋中俄轟炸機喺日本附近聯合巡航。小泉話：對於中方散播不實信息，日本冷靜同堅決應對，唔尋求局勢升級。對於日中對話持開放態度，兩人對中方不利地區和平穩定嘅行為表達嚴重關切，同意加強日美同盟嘅威懾力同應對能力。美國戰爭部新聞稿就話，兩人討論過中國嘅軍事活動、日本增加預算同加強防衛能力。白宮強調，總統特朗普可以同日本維持鞏固同盟，同時同中國保持良好工作關係。日中關係緊張，源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個月喺國會接受質詢時嘅涉台言論。立憲民主黨參議員石原清美喺社交平台披露內閣官房為高市準備嘅答辯資料。面對眾議員岡田克也嘅質詢，高市初時大致按資料回答，重申政府一貫立場。
高市後嚟提到台灣有事，如果出動戰艦，無疑構成存亡危機事態。原先預備好嘅資料冇呢個講法，十元認為係高市嘅個人見解，顯然唔係官員撰寫嘅內容。有線新聞陳曉容報導。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承認美國協助佢逃出委內瑞拉，去到挪威拎諾貝爾和平獎，又認為美國連串針對委內瑞拉嘅行動已經削弱馬杜羅政權。彭天晴報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馬查多成功逃出委內瑞拉，輾轉到達挪威首都奧斯陸。佢喺記者會上話唔可以透露逃走詳情，但承認美國有提供協助。Certainly, the regime would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prevent me from coming. They did not know where I was in hiding in Venezuela, so it was hard for them to stop me. And yes, we did get support from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get here. 佢講到美國近期持續向委內瑞拉施壓，包括攻擊聲稱嚟自委內瑞拉嘅運毒船，同埋喺委內瑞拉海岸附近扣押運油輪。馬查多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行動果斷，已經削弱馬杜羅政府。佢正係同美國、拉丁美洲同歐洲多國商議推動委內瑞拉政權更迭計劃，但佢否認有份策劃美軍行動。We are not involved at all in the decisions or operations that regar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other countries. I mean,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right for legitimate defense, and when they feel that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is at stake, they act accordingly. 佢冇正面回應係咪支持美軍介入推翻馬杜羅，話俄羅斯同伊朗等國同埋恐怖分子同販毒集團正係佔據委內瑞拉領土，當中販毒活動同黑市石油等收益用嚟支撐馬杜羅政權，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堵截犯罪行為，切斷對政府嘅財政來源。對於日後去向，馬查多話不論馬杜羅政權有冇倒台，如果佢認為安全形勢許可，就會返去委內瑞拉，但承認可能面臨更大風險。有線新聞彭天晴報導。美國加強對委內瑞拉施壓，宣布制裁6艘運油輪，以及係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嘅3個侄仔，並且係打算充公扣押運油輪嘅石油。楊子陽報導。美軍喺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扣押運油輪之後，有美國傳媒引述官員話，運油輪將會駛至美國德州一個港口，泊岸之後船員會獲釋。白宮就話正扣查運油輪，並且盤問船員，並且會按法律程序充公運油輪上嘅石油，強調美國唔會容許遭到制裁嘅油輪運載黑市石油取得收益，去支援奉行毒品恐怖主義嘅政權。不過就冇回應會唔會再扣押其他運載委內瑞拉石油嘅油輪。而財政部就宣布制裁6艘運載委內瑞拉石油嘅運油輪同埋所屬嘅企業，同埋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3個侄仔，指控佢哋助長馬杜羅政府俾大量嘅毒品流入美國。其中一艘運油輪懸掛香港嘅旗。面對美國加大施壓，馬杜羅仍然強硬，向美國政府連番發炮，批評美國扣押運油輪屬違法，美軍係加勒比海盜。佢又透露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指對方讚揚委內瑞拉政府同人民面對目前嘅困境仍然展現極大嘅勇氣。克里姆林宮就話，普京支持馬杜羅捍衛國家利益同主權。有線新聞楊子陽報導。一向難度甚高嘅南韓大學入學試，今屆嘅英文試題被指更加難。就連原文作者都覺得英文係母語嘅人都唔會識，主管官員辭職。李文希報導。南韓大學嘅入學考試，今年有超過55萬名考生，要喺呢一場公認極難嘅考試入邊，希望考取好成績，入讀心儀嘅大學。不過今年嘅英文試題難度有增無減，全國淨係得3%嘅考生考獲最高嘅1級成績，比舊年嘅6%更加低。
試題被批評難度唔合理，有多條題目引用英國里茲貝克特大學莫斯教授嘅著作，當中有 cultainment 一詞，即係由 culture 同埋 entertainment 組成，大概係指文化娛樂產品等等。莫斯話係佢寫書嘅時候創作嘅學術性合成詞彙，唔適合出現喺考題，因為即使以英文為母語嘅人都未必認識。另一題涉及遊戲術語，要求學生將句子放喺段落入邊適當嘅位置。有考生反映要花好多嘅時間先至理解到題目，提供選擇嘅答案好近似，70分鐘做唔完45題。但係有大學教授認為，咁高難度先至可以測試到考生嘅閱讀理解能力。今年嘅英文卷引嚟怨聲載道，負責出卷嘅教育課程評價院院長吳成傑承認，未能夠適當調整難度，達到準確評估學生能力嘅目的，引咎請辭。係第一次有院長因為出題過難而要辭職，過往多名院長係因為考題出錯而辭職。有線新聞李文希報道。跟住交俾陳漢威講下體育消息。殘特奧會硬地滾球主場出擊嘅港隊，呢日攞到2金2銀3銅，2面金牌嚟自男子 BC 4級嘅梁玉榮同埋女子 BC 2級嘅楊曉琳。高毅成報導。黑色背心世界第一嘅楊曉琳同郭海瑩合演港隊內訌，第一局領先1-0，之後面對對手紅波屏障都能夠攞分。23年亞殘運稱后，楊曉琳打完3局領先3-0。北京殘奧金牌得主郭海瑩最後一局用晒6球機會都未能夠破蛋，楊曉琳結果贏4-0奪金，兩個人會聯同梁美儀出戰團體賽。男子 BC 4級個人賽紫衫嘅梁玉榮同樣奪金，比廣東嘅廣悅上用紅波撞走白波。星期六就41歲，呢位殘奧6朝元老經驗豐富，用手上嘅藍波將目標白波撞出界。根據規則，白波會重置喺賽場中間嘅田字。梁玉榮掉埋最後一球，第一局就拎到4分。梁玉榮第二局失咗1分，之後2局再贏3分，最終贏7-1。首戰殘特奧會就奪金，提早為自己送上生日禮物。星期六會出戰雙人賽，繼續衝擊獎牌。有線新聞高毅成報導。唐志剛、龍子健、張遠都喺所屬級別嘅銅牌戰勝出。高毅成報導。黑衫嘅張遠準決賽輸咗俾山東嘅戚翠芳，落入銅牌戰。繼分組賽之後，再遇廣東嘅詹克。張遠再贏一次，將藍波撞近目標白波，第一局領先2-0。世界第二嘅張遠建立優勢之後，乘勝追擊，撞走詹克紅波，第二局再攞1分。之後一局俾對手搶返1分，呢位港隊代表繼續做好自己，鬥智鬥力撞散球隊之後，再將藍波貼近白波。張遠最後一局拎多1分，結果贏4-1，一班觀眾似乎仲開心。張遠拎到個人第一面殘特奧會獎牌，星期六會夥拍劉慧欣出戰雙人賽。黑衫港隊嘅龍子健喺男子 BC 1級個人賽銅牌戰鬥重慶嘅羅冠中，撞走對手紅波，不過仍然比自己嘅藍波更加貼近目標白波，落後0-1。呢位巴黎殘奧冠軍好快調整，第二局拎返1分追平。龍子健越打越有，第3局贏2-0，總分反先3-1。最後一局發揮穩定，自己打得好都忍唔住大叫。羅冠中最後一球掉失咗，龍子健結果贏4-1，喺啟德體藝館贏得佢今屆首面獎牌。有線新聞高毅成報導。而男子 S14級嘅100米背泳，港隊嘅許家俊攞到銀牌。
總成績第2過關，第5線嘅許家俊反應時間0.61秒。決賽仲有2位港隊代表，第6線嘅蔡志強同第2線嘅劉思樂就喺較後位置。頭3位之間轉池之後已經有明顯距離。雅加達亞殘運冠軍嘅許家俊守喺第2，浙江嘅劉家銘就表現超班，以58秒66奪金。繼初賽之後，再次刷新全國紀錄。許家俊就慢咗3.89秒得第2。港隊隊友蔡志強同劉思樂分別以第5、6名完成。紅館舉行嘅乒乓 WTT 總決賽，一哥王楚欽打入男單4強。黑色衫嘅王楚欽面對法國嘅亞歷斯勒賓，殺波被擋到，繼續主導形勢，最終都贏咗呢分，先贏11比6。16強局數落後1比3之下，反勝日本嘅松島輝空。呢位中國球手今場贏得相對輕鬆啦，離台一輪對拉，勒賓打失咗，王楚欽連贏11比4、11比9。第4局輸8比11，王楚欽之後一局贏11比4，贏局數4比1晉身4強。女單8強2位中國球手碰頭，黑色衫嘅陳煜鬥世界第3嘅陳幸同，首局輸7比11。世界第9嘅陳煜上一輪鬥足7局，淘汰前一姐朱雨玲，以11比8追平局數。呢位21歲球手延續氣勢，第3局領先6比2之下，贏11比9。陳煜再贏11比7、11比2，局數4比1反勝陳幸同，會同另一位國家隊球手黃曼玉爭入決賽。睇埋天氣係漸轉多雲，聽朝早氣温大約係20度，日間最高大約22度，吹清勁嘅偏東風。咁聽日稍後會轉吹偏北風，有2陣雨，氣温顯著下降至午夜大約16度。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區最低15、16度左右，新界會再低2、3度。新聞亦都報道完啦，再會。